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中营航空有空服员无咧插批居家检疫的规定，出勤回国转来了后，就出门甲人食饭顿卡，结果去用石头路。卫福部长陈时中是呼吁民众爱守规矩。另外，立委今仔日针对着美国来滴的议题继续来质询。吴思怀讲，这个国内外猪肉制品是不是有含三马精？为什么无爱全部拢来做标示呢？陈时中并无直接来回应，敢若讲用宣导的就好。是不健康的和健康的，你会选哪一种？当然一定会选健康的嘛。立委爱卫福部长来做选择，不管是咱国内或者是国外猪肉，只要含有三马精，全部拢甲标示好清楚，互民众家己来选择。安尼是毋是就袂违反 WTO 的原则咧？适当的宣导跟管理，就可以达到委员要的。健保费要调起，健保会提出几种费率，但是立委咧怀疑讲，健保会委员内底有分商、酒商，健保经费大部分拢来自分官，安尼敢无利一个冲突咧？我并没有觉得他们站在烟商的立场。标准可能不能用部长您一个人的感觉或一个人的关注啦。如果要经过修法的这些配套，会不会影响到决定的费率，以及可能实施上路的时程，都有可能会有一个影响。另外，全世界疫情拢也未稳定落来，即马所传出有航空公司的空服员自在话对国外转来了后，原本就要按照规定5天自我管理，所家己四界爬走出去外口食饭。是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公司内部治理的问题。对这个代志，航空公司咧讲，少数的组员的行为有可能破坏国家防疫的努力，这一定会进行调查。若是调查是事实，可能这个员工会叫因转去食家己。